也给本小姐吃一口啊！闭嘴！来，喝。瞅你那小气样，给一口能死啊？再不闭嘴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老大，出来！是。老大，你确定没有绑错人？你不是要我们去绑成亲的灵气王妃吗？那就没错了。我们看着他从将军府杀了花轿，还有王府的人跟着，怎么是他？算了，反正也要不了他的性命，要怪就怪这个丫头命太好，居然成了王妃。老大，你认识他？认识个屁！把人给我盯紧了，人要是跑了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是。吃菜啊！好大的飞碟！再胡说八道，一惊一乍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刚才看错了 ，sorry。哎，接着喝。来，你给我老实点。胃有点痒。挠挠。好，来干了，喝。谁？是我。你们出来！大胆！本王乃当朝3皇子灵齐王，尔等挟持王妃，罪当问斩。若此时束手就擒，本王可以从轻发落；否则，死路一条。兄弟们，不要被他吓到！大半夜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冒充的？更何况他现在一个人，怕什么？先绑了再说，管他什么狗屁王爷！上！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以后别追了，小心有诈！叶青，怎么样啊？叶兄弟，可查到绑匪线索？还是不好说，歹人身上并无发现任何线索。不过我会一直追查下去，看看是谁竟敢如此大胆。好端端的喜事，变成了丧事。说什么呢你？好了，现在不是纠结此事的时候。王爷他一定会吉人天相。我们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到绑匪的线索。大夫，他怎么样啊？啊，请放心吧，小人已经为王爷上过金疮药了，休息一下便无大碍。贤妻，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。公主叫我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哼，你干的好事。公主叫我绑架尹晴柔，以破坏皇上的赐婚。现在婚没赐成，谢人妻也生死未卜，这正是一箭双雕啊！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不许伤人吗？纯属意外。不过依老夫看来，那一箭要真的结果了谢延琪的性命，那我们倒省了不少的麻烦。这二王爷的登基之位也更加十拿九稳了。我平生最讨厌自作主张的人，别以为你是个相国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着。老朽不敢。这次我就饶你不死，我再有下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谢公主。对了，谢延琪的人现在四处寻找王妃的线索，你让你的人机灵点。此刻你和谢延琛的身份不能暴露，明白吗？公主放心，我一定清理干净。这个月的解药，谢公主，我早晚让你知道，谁是谁手里的棋子。